亲爱的弟妹，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笑较大声。我想讲我要祈祷。但这首歌我毋捌唱过啦，哦，先是110首，乌鲁阳光尊贵，以及关系。咱做伙来读歌词吼，第一站，哦，做伙来读。乌鲁阳光尊贵，以及关系，智慧繁荣，流传直到万世。一切荣耀归伫得胜的主，天国宝座免流是伊所有。第二节，主耶稣受举起，伫天悬悬，坐伫宝座永远，直到永远。救主现在。天国的免流，甲伊圣囝，甲伊圣子民用新歌来唱。第三节，天顶坐出声，报扬主的名，地上在传播圣主大会听，河川甲海洋。边地甲山顶，万有拢乌鲁救主大欢迎。第四节，地面快乐，透上天到万世，天父会疼痛，日日降落地。感谢甲阳光乌鲁甲尊贵，咱应该同心乌鲁主恩惠。所以歌词读了无熟吼，但咱唱就毋好安尼读甲遐无熟安尼哦。咱先听琴来弹一遍。
第五段，来。这首咱真诚吼，稳稳做工，无嫌劳苦，吼这毋是要拄口号，咱就是要回应主，吼咱虽讲伫这地上工作还是拢真无用，但是咱着爱真珍惜主互咱的恩典。咱伫各行各业拢有无共款的专业，迄拢去工作有薪水通买，但是咱来教会。无领薪水，上帝是咱的主，互咱希望伫教会中间咱欢喜甘心奉献，咱拍拼来做工，咱互主讲多少，咱要来回应主，来。今仔日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奉献袋仔放伫个椅仔头前，请大家闭慢心，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所行完全遵趁上帝律法的，即互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即互人有福气。因无做不义的事，因遵趁伊的道路。你捌将你教示的话吩咐阮，是爱阮温群遵守，愿阮来取向定着，来守你的律例。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10首，110首，请起立。这是用使徒圣经做回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由死里马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为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为遐搁再来世上活人搁死人。我信神，我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1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17篇。上帝啊，人着伫錫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做阿多啊，
历史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互水满满，你灌溉天田园，收平土地。你守护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滴。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同心来祈祷。上帝啊，你捌去杀我，破坏阮，你捌生气阮，求你互阮搁兴起。你互地震动，也互伊帮你。愿你医好伊的力魂，因为地摇动，你互你的百姓拄到艰难，你互因啉迄个互人点来倒去的酒。上帝啊，艰难中，咱又搁要望你的怜悯，听阮的天父上帝，最近台湾武汉肺炎疫情大发。到即马，每日已经有超过4000人确诊，确诊个阁会一直增加，社会人心惊吓，阁有侪假先知要起来迷下侪人，这是对整个台湾社会真大的试炼，侪人受到极大的痛苦。阮知影，你讲瘟疫伫阮中间，亲像伫埃及的款，是因为阮无光顾你，是阮互公平变做阴沉，将公义ฮ็在地里。阮知影，这一切的反常，拢是因为阮悖逆，是阮无尽到你所交托的责任，阮有罪。阮来吞大宋乡人，阮有罪；阮为着家己破坏你所创的天甲地，阮有罪；为着阮一切的辜负，阮要深深悔改。上主啊，我要讲，你是我躲闪的所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我所倚靠的。因为你要叫阮脱离长鸟仔的罗网，甲毒害的瘟疫，你要用你的一股压阮，阮要秘伫你的膝下，你的诚实是大细金牌，阮毋免惊暝间的惊吓，也是日时得杯的钱。也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也是日中昼吞灭人的毒症。阮也要为着因为俄罗斯进犯来受苦的乌克兰军人甲百姓来祈祷，也求你对进犯的倒手拍卡落因的颈。对因的正手拍落因的钱，阮知上主试验义人，独歹人甲爱强暴的，伊的心万分于。求你救乌克兰脱离对敌，搁将因举起拍关遐个起来攻击伊的。求你救乌克兰脱离强暴的人。上主啊，因为安尼，我要伫列邦中感谢你，唱歌呼罗你的名。正乖的主啊，求你听阮，用正手牵救阮，
通互你所疼的人得着救。求你对天听阮，赦免阮的罪，医治阮的地。求你回心转意，煞你的大生气，无讲在互你的百姓。阮就群你，也亲像外少，起做心灵的厝，做圣的祭司班来献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为上帝欢喜接纳的，阮生生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阮的日时，今仔日好我，写俾阮的歌，亲像阮要写俾辜负阮的人。愿永远拢是
请做伙来公读上帝的话，记在你新约路加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新约路加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当迄时，有几若人伫咧将加利利人的事讲，甲耶稣讲，就是彼拉多将因的血参伫因的行礼的。耶稣应讲，因为遮个加利利人受即号的害，恁拍算因比众加利利人较有罪吗？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拢要亲像安尼灭无，也是迄18人，互西罗亚的塔倒落来，第4个。恁拍算因比拢总徛去伫耶路撒冷的人犯罪较重吗？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拢要照安尼灭无。伊就说一个比如讲，某人有一丛无花过树，在伊的葡萄园里，就来找迄丛果子，找无，则对管园的讲：你看，我连3年来对即丛有花果树找果子，找无。就甲伊撮起来，写书互伊也定所在。应伊讲：主啊，今年请阁用瘟疫听候我4位骨松应肥，后来若结果子就好，若无你才甲伊撮起来。讲道，请陈中公牧师讲道，题目是“行占土地”。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阁有机会来到咱上山教会，来遮甲咱三甲做礼拜。即间教会我安尼感觉真干净。所以，若讲要教学讲，大家拢足爱来咱遮，因为嘛离我所在厝有较近。过咱的牧师吼，我的师妹，嘛足好的同工。好，现在到遮，耶稣捌安尼讲，来，咱做来读。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囝仔信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即句圣经在咱拢足熟嘛吼，敢有人毋捌读过？有无？应该拢有读过吼，咱足熟一个。来，对即句话，互咱知影一样代志：一切相信耶稣的人，拢会得到上帝的拯救。使徒保罗嘛安尼讲哦。来，咱做来念。你若用嘴认耶稣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对世人中起来，就会得到救。换一句话来讲，人若用伊的嘴承认耶稣是伊的主，佮用伊的心相信耶稣死了后，上帝伫第3日，互伊对世人中过活，安尼咧。伊就会得到上帝的拯救，敢是安尼？圣经就是安尼讲嘛。所以咱就知影，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其实是真简单，就是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耶稣是世上众人的救主，咱必须有这种确信。但是，咱更加需要知影的就是。相信不过是得救的头一步，不是最后一步，是头一步。在相信以后，必须有
进一步的行动，也就是反悔。人若讲伊已经相信耶稣，却无反悔，并无离开伊的罪恶来归向上帝，行伫正路来遵守上帝的教导，伊的结局永远是灭无，因为伊的相信是虚假的，伊欺骗家己，也欺骗上帝。拄则咱所读的这个经文，就是耶稣所说的一个譬喻。要明白这个譬喻，咱就爱先知影耶稣讲这个譬喻的背景。头前，咱来讲时代背景。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吼，安尼讲，当迄时有几若人伫地，将加利利人的事甲耶稣讲，就是彼得多将因的火掺伫因的城里。彼得多是当时犹太人的总督，伊受派来咧管理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吼不满彼得多啦，甲彼得多伫遐起冲突，彼得多就用伊的军队来制压。意思讲吼，就有一寡人死伤。这样代志，一寡这犹太人就咪讲，遐死伤的人是比其他的人更加有罪，所以伫真侪反对彼得多的这加利利人中间，因就受到死伤。不过耶稣却对因讲：“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拢要亲像安尼灭无。”耶稣接续佮讲者。是迄18人，互西罗亚塔倒落来第4个。恁拍算因比拢总徛起伫耶路撒冷人犯罪较重嘛？耶稣所记的这个事件，是当时是真侪人拢知影的。圣经学者认为讲，这座塔也甲彼得多要用圣殿内面的牛去接受水沟。因罪入城有关联，犹太人极力地反对这样代志。这个他后来唔知安怎样，唔知什么原因倒落来，说第死了18个人。耶稣提起这个当时人人拢知影事件来反问因，是遐比第4个18人比所有徛起伫耶路撒冷城的人犯了更加重的罪嘛？你说因吼，迄个倒落来的他第4嘛？耶稣讲，毋是，恁若无反悔，拢要照安尼灭无。耶稣否定这种一般人的思想，而且对因郑重来宣告：恁若无反悔，拢要照安尼灭无。对顶面的这句话，耶稣一再强调一件真要紧的事，就是反悔。什么是反悔？伫耶稣所讲的这话中间，伊一再强调的反悔到底是什么意思？为着要人明白伊所讲的话，耶稣就说了拄则咱所读的这个譬喻。下日咱来讲特殊的对反台。耶稣说譬如讲啥？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伊的葡萄园里。咱知影葡萄园原本是伫栽种葡萄树的园，为着要葡萄树当结出济这个果子，通常这个园主啦，这个主人拢会请一个园丁来管理照顾。当有一丛无花果树，伊原本是栽种伫路边的树，却得到这个园主特别的疼惜，不知道什么搞得他看中了，伊看介意啦，就甲伊所在来种伫伊的迄个葡萄园的内面，比种伫这个真肥真好的这个土地的顶面，而且呐。照时拢有水来咧，甲伊灌压
佫有肥料的供给，真可能这两种嘛，伫咧喷迄个杀虫剂的时阵，伊嘛得到相同的待遇。这种无花果树，真正是安那，得天独厚，得到特别的好款待啦，会当住伫这个葡萄园的内面，得到甲葡萄酒相同的照顾甲供应。耶稣继续讲，就来迄丛找果子，找无，堂主将这丛无花果树栽种伫伊的这个葡萄园内面。毋是出在伊自生自灭的，佫较毋是讲甲但连卖插伊，无，伊那时阵望伊通结出无花果，所以园主每年拢会来到这丛无花果树找伊的果子。当然啦，这丛无花果树太互园主失望啦，伊并无结出任何的果子。伊虽然被栽种伫葡萄园的内面。得到水分、肥料甲照顾，却无结出互园主通收成、互园主看了欢喜的果子。所以每摆园主来找果子的时阵，拢找无果子，非常失望。耶稣佫继续讲，这对管园的讲，你看我连3年来对这丛无花果树找果子。找无，就该抄起来，写书互伊约定所在。园主已经连续3年来看这丛无花果树，要对伊得到果子。所谓连3年，意思是指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经过了一段相当久的这个期间了后，伊还阁是无结出果子，所以园主对伊就无阁欢喜。吩咐园丁将伊甲抄起来，莫互伊伫遐空占这块土地，因为有迄丛无花果树，迄个所在就袂当种葡萄树，而且有无花果树，就必须啦对伊来压水啦、用肥啦。伊若是一直都毋结果子，实在是加增加这个园丁的工作分量。嘛，加增加这个主人的成本。对这个譬如中，主人所讲话，互咱知影。伫葡萄园的中间，园主毋但望这葡萄树结果子，而且伊嘛望这丛被山寨进入伫葡萄园内面的这个无花果树，嘛会当照时结果子。伊对这丛无花果树，甚至是特别关心，就是望伊赶紧结果子，所以伊年年来咧看，结济还是结少的果子，是另外一回事。伊必须都要结出果子，通互这个主人会当收成。即使这丛无花果树一直拢无结果子，最后结局就是安那，被抄起来。等伫火里烧掉。耶稣讲这个譬如是有真重要的教示，而且是非常有警戒性。这个园主就是指上帝，这丛无花果树就是指上帝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受到上帝特别的拣选，互因接对上帝的选民。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通过亚伯拉罕，上帝甲因立永世代的约，要赐福互因。当时，当因伫埃及地受尽法老甲埃及人的虐待，上帝就差遣摩西，将因对法老的手中甲伊拯救出来。因带因出埃及地，也显出真济新热技术，互因看见，来训练因、造就因。上帝也通过摩西因来颁布伊的律法，互因通遵守。上帝就是要通过因来，互世上的人认捌伊，
信靠伊，通得到伊的拯救。但是，这以色列百姓却因为因互上帝拣选做伊的百姓，就家己骄傲。当因过着真平顺的日子、安居乐业的时阵，就袂记上帝，一摆搁一摆背叛上帝，用外邦人偶像来取代上帝来敬拜。咱若是上世界研读以色列的历史，就要发现，因毋捌用外邦人来宣扬上帝的拯救，因毋捌做美好的干净伫外邦人中间，通引导外邦人来相信上帝。反正是啥？反正是四周围这隔壁国的影响，引进外邦人的偶像来敬拜。如像亚哈做王的时阵，引进假神，并且伫王宫内面为着偶像这个巴力来起庙啊！引导百姓敬拜巴力，公然甲上帝抵挡。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阵，捌讲：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意思就是，地上的万邦万国万民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得到上帝福气，因着爱好好来敬拜上帝，也引带外邦人来服侍上帝。上帝拯救世上正侪人的福音，佮要对因来宣扬。上帝对因有这款的期待，互因这款的使命，连伊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临到世间，成做一个人，嘛诞生伫犹太地伯利恒，佮成长伫拿撒勒。福音的源头，耶稣基督成做一个犹太人来到世界，伊出来宣讲上帝的拯救，上帝国福音，也是先犹太人，就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来宣扬。以色列百姓都亲像被栽种伫这个葡萄园内面的迄丛无花果树，得到园主特别的照顾、疼惜甲培养。到耶稣的时代，这犹太人也甲因下列做同款，心存骄傲，下世这种民族意识，毋但袂捌将上帝拯救的信息传予四周围的国，因竟然看轻外邦人，家己无真实的信心以及好的表现。就注重伫外表的宗教礼仪，丧失了原本对上帝敬虔的内心。因必须在反悔认罪，来归向上帝，实实在在用真实的心来敬拜上帝，同时也用因的生活，用因的言行举止来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最终，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就是要借着因来拯救全世界。上帝让耶稣道成肉体诞生伫犹太地，也就是望拯救的这个福音对这来出发，互因当来参与伫传福音的工作。因为因有看见耶稣，听见耶稣的教示，接触耶稣，认识耶稣。因就是耶稣最好的见证人啊！但是非常可惜，有真侪人就是唔肯反悔来相信耶稣，特别是当时的这宗教领袖，耶稣出来宣传天国福音，行坐这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甚至有死人告我。耶稣的脚脚踏遍这个犹太人所徛起的地区，也接触到这外邦人。伊宣扬上帝个信息，叫人都爱反悔来信靠伊。若是执迷不悟，唔肯接受伊，唔肯相信伊，最后结局就是
死伫罪恶中间，就是灭亡。今日这个譬如中的无话高就，就是咧指咱才会得到上帝拣选的信徒。咱原本是未堪你得到上帝拯救的人，因为咱拢大罪来出世，而且佫陷落伫罪恶中间，唔认捌上帝，偏行伫家己认为对的路上，根本就无有资格会当来得到上帝的福分。就亲像这当原本正伫路边的无花果树，总是因为上帝疼。伊对万民的中间拣选咱，互咱进入教会，就是上帝普通。而且，咱这信徒是何等的福气，通进入教会，伫这个受救赎的团体内面。咱伫教会内面，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拄到进入迄丛无花果树，受栽种伫葡萄园里。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伊做咱的救主，互咱进入教会内面，咱日日享受主的恩典，得到上帝的恩赐。咱也时常借着聚会做礼拜，甲上帝交陪，常时阁通过读圣经。听讲道来领受属灵的美粮，得到灵命的培养。拄拄亲像迄丛无花果树，栽种伫葡萄内面，得到园丁的照顾，有时压水，有时施肥，有时喷杀虫剂，有时受剪。第三，甲咱三角来想。爱时时反悔。经过这侪年，咱伫教会出入；经过这侪年，咱听过真侪篇讲道；经过这么侪年，咱领受真侪上帝的教示；经过这么侪年，咱得到上帝保守甲照顾。毋知咱有反悔无？毋知咱有结果子无？什么叫做反悔？来，咱做来念。反悔就是无搁固执，无搁属掠自我做中心，反本回想生活习惯，互上帝成做咱人生的中心，以耶稣基督做咱的标准，掠上帝教示做咱生活的准则。凡事掠上帝做第一类，无搁是以自我的喜怒哀乐。咱是要得到上帝欢喜，咱徛起伫这个罪恶世界，魔鬼拄拄亲像咧吼叫会使啊，四界行游咧找通吞食的人。但伫这种环境中，这个人就是咱，难免会受引诱。拄像空气受污染啦，溪水受污染啦，咱的心灵嘛会受到污染。所以，咱必须时常读圣经，领受上帝的教示来反悔。咱需要不断对着上帝的话来修正咱人生方向。拄像开车的人，你的手必须在啊，不是在放伫方向盘顶面啊，不断伫遐咧行的时阵，咧修正你车行驶的方向。骑机车的人嘛是同款安尼。安尼才袂偏左，还是偏右。咱每日都需要用过上帝的话来修正咱的思想甲观念，互咱不致错误，不致偏离正路行一迷途。真知用那去尼尼微城宣讲上帝的信息，讲过40日，尼尼微要倒坏。听见这个信息以后，尼尼微人信上帝就宣布禁食，对大到小拢穿麻衫。上帝看见因拢悔改，
就无讲落在的。咱需要不断反悔，千万唔通条对讲，我已经信耶稣，信足久啊，我嘛已经受洗礼啊，我吼就已经真圣，我就已经完全啊。不对，咱还阁是着爱时时反悔，求主赦免咱所犯的过失。什么叫做结果子？简单讲就是，你会向人传福音，有好的品行来为主做美好的干净，引带人来相信耶稣，互人得到拯救，成做上帝的百姓。所谓美好的行为，就是无过同流合污、同流合污。主罗保罗有提起9项圣神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尊责。用一句普通话来讲，就是伫咱的生活中有互人感觉与众不同啊！互人感觉，恁信耶稣真正无共款。你捌互人甲你讲无？咱真正都要伫人的面前表现出与众不同。就是咱的性情温和，讲话温柔文雅，明明一句话，信耶稣的人咧讲的，甲无信耶稣的人讲无共款的。咱有安尼也无？当咱若真正安尼的时阵，咱要引带人来相信耶稣，人才肯来相信啦。咱需要去传福音。引带人来相信耶稣，这是耶稣信徒的使命。上帝伫这个世代拣选咱来成做伊的百姓，就是要通过咱，互上帝名得到荣耀；通过咱，互别人得到福气。要安怎会当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结果子，就是引带亲人朋友来认捌上帝，信靠耶稣。这也就是上帝所要对咱的心上得到的果子。伫这个譬如中间，迄个主人找袂到果子的时阵，就对管园讲：“着甲伊抄起来，写书互伊约定所在。”咱若毋结果子，毋肯反悔。无时常来修正咱的思想，调整咱的观念。咱若无活出基督耶稣的款式，无努力引带人来归主，无招呼人来敬拜上帝，咱嘛会有上帝宣告讲：“都甲伊抄起来，写书互伊约定所在。”咱若被抄起来吼，哇，都真悲哀啊！无使伫教会一句。通过这个譬如，耶稣今仔日咧对咱发出呼吁，咱必须伫相信耶稣以后有反悔，改变咱过去一切言行举止以及心思意念，互咱的生命对圣经的教示来彻底的换新，而且努力引带人来相信耶稣，服侍上帝。弟兄姊妹，无我高手空占土地，王主无欢喜，想要甲撤掉。咱受救赎，成做上帝的百姓，咱受培养已经有经过几个3年啊，几个3年啊，咱有结果子无？咱是毋是一直空占土地，无结出果子，互上帝收成？愿上帝为今仔日叫醒咱，互咱赶紧结果子，通互上帝收成。耶稣讲：“来，咱做来好。既然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
无一真就天国，独独行我伫天的爸的旨意的这话。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实在是袂堪得伫你的面前来讲话来客气，但是阮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救赎，阮对信靠伊，阮就受称做你的囝儿，阮就当坦然无惊来到伫你的施恩座前，阮伫教会出入，得到你的培养，得到你的教示，得到你的栽培。经过一段时间，总是阮常常拄像即张无个像主人来找无果子，阮常常忽略都爱结果子，阮常常忽略都爱时常通过读圣经来修正阮人生的方向。阮拢了做，阮已经信耶稣遮尔久啊，阮绝对得到救。主，恳求你通过今仔日耶稣所说这个批注，搁一遍来叫醒阮。来对阮呼吁，互阮真心伫你的面前来悔改，互阮来结果子，来得到你的欢喜。主帮助阮，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今仔日我来到咱中间，是因为咱总会所定这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这时阵，我要来简单来介绍、来报告的代志，互咱知影。来，请迄个。2021年，随望拄到武汉肺炎的挑战，团保基金会由原拍拼做优良的节目，销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各所在的教会要传福音，服务众人，疼惜土地。感谢大家的关心，因为大家的大道甲奉献，团保基金会会继续倚靠上帝的恩典，行头前的路。因为武汉肺炎，这教会甲礼拜对实体聚会改做线顶。教会的牧长甲同工，真侪媒体人运用现代的传播工具来传扬福音。但咱通通过网络参与无同的礼拜、查经班、检讨会，嘛激励团保基金会有新的意向甲目标。愿望会当加做一个平台，甲四散伫网络顶面的好节目整合起来，安尼会当利便咱的兄弟姊妹找到需要的影片甲资料。阮伫今年会提供一寡所在，互正教会运用。阮要翕真言智慧言谈录，鼓励兄姐听圣经的道理。我嘛邀请叶敬安牧师本苏格兰片仔来演奏小改圣诗。伫美好卡热的节目，阮要传讲宣教师甲侪本土信徒的生命故事。伫团保基金会的网站，阮嘛会收集大教会的活动记录，翕灵修的节目，恩典悄悄话，请兄姐做伙参与，关心大道，为团保基金会需要的经费来奉献。上要紧的是食好斗相报，甲阮的事工分享出去。伫去年，团保基金会积极处理过去的亏损，实在感谢总会甲正兄姐的帮赞。
伫未来，阮要甲所有的祭务拢行了，疫情互咱行较慢，有时阁不将爱完全停落来，总是慢停困，要互咱精力继续做咱的台湾梦，真足听上帝稳定的声。阮为一步一脚印，伫媒体紧紧变动的中间，稳稳啊行，承担使命，真做传福音的器具。盼望大家做伙来同工，为咱的基金会祈祷奉献，同心报好消息，互人的心神静应。伫咱座位的头前拢有奉献地请咱随着咱的感动来为着这个事工奉献无论多无论少，对这个事工拢会有真大的帮助求主帮助咱通过这个，佫会当互咱台湾教长教会伫这方面做佫较济、做较好的工。多谢。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喘，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活着伫主的，毋是空空。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喘，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毋是空空。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10首，510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谢秀雅执事、林婉莹执事、王宗惠长老、廖慧芬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请掀开周报134页消息报告。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特别派陈中公今日牧师来讲道请安，咱多谢陈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中职的读册会，请张职来参加。第3点，今日下晡2点要召开建堂委员会，请顾问甲各组的组长来参加。第4点，阮教会双年大学甲社区照顾据点相连团契慧灵小组妇女团契，因为疫情暂时停止活动。毋过为4月26拜二开始，逐礼拜2到拜5上午9点半到11点，要邀请各类课程的讲师、医师做线顶的课程，欢迎乡姐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真侪的事工拢有暂停吼。所以亲像咱较中只的事工，咱拢暂停。总是咱有设计一个网络的课程吼，拜2到拜5，互咱当上安尼一个课程来去做伙来学习吼。有请医生啊，请绘本的老师吼，也是请遮个历史的遮个讲师吼，拢会带咱做真好的分享，所以欢迎吼大家参加，这是免费的吼。你只要上即个网络、即个网站，甲点入去，你就会当来参加。第2项就是咱的今仔日第1楼吼，咱佫有迄个义卖吼，所以望兄弟嘛当做伙去吼，等下做完礼拜了后，会当去来看一下，会当来采购吼。啊，咱看咱若有周报，咱嘛会当看讲，咱伫今年的7月20号到24号，互咱教会会有一个短宣队吼，去到花莲的庆丰教会伫遐来举办一个马可福音的读经营，吼，因当地有一寡儿童吼，到遮个大人吼，因望讲有一寡人会当带因去读圣经，吼，所以咱嘛欢迎互兄弟会当做伙来参加，吼，你免解经，吼，你免解说圣经，就是带因读圣经就好啊，吼。读圣经吼，所以咱会晓读圣经的人，咱拢会当来参加吼。日期是7月20号到24号，吼，咱要去到花莲的即个所在。所以咱若有意思的吼，你若要去了解佫较济，嘛会当私底下吼来找陈庆玲长老，吼，也是小雅执事，也是我吼，咱都会当做伙来分享。好，望讲兄弟姊妹伫即个疫情较严重的时代，吼，咱嘛会当做好家己的防护工作。吼，咱今仔日开始，咱的遮个儿童吼，遮个事工嘛，拢用线上的方式来举行吼。就望讲咱会当去处理好好的防疫，但是咱嘛无袂记哩吼，爱来做礼拜。好，咱即时咱来为着咱遮个大多数项来祈祷。咱为着全世界来祈祷，特别为着乌克兰吼，甲俄罗斯因的战争，恳求主保守；也为着台湾吼，咱的处境，也是咱的疫情，恳求主来怜悯；为着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恳求主会当保守因；为着华人的姊妹培文吼，伊伫5月底要生产，也恳求主保守；
咱嘛为着大院的四尾兄，伊的胆道有发炎，所以即马有咧处理的中间，咱嘛恳求主会当来看顾医治。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姐慧玲姐、苏胜老师、明珠姐、俊成兄、邱菊姐、邱玉姐、应轩、钟贵兄、庆和兄、秀恩姐、志金姐、德雄兄、张老师、米霞姐、米兰姐、邓妈妈、龚琪姐、陈基雄长老、阿淑姐、怡丽、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谢冰兄、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丽珍、美珍、幼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这些事，咱做伙来祈祷。我恳求你的怜悯，主啊，阮真正是需要你。恳求你伫阮的中间来帮咱，互阮会当看见家己的罪，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会当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亏难。主恳求你帮助阮的即个世界，阮看见即个世界充满自私、无自利、有真济会遮的无公义的事伫中间。主，阮恳求主你的怜悯医治，也保守伫世界宣教遮宣教师，看顾因。阮也要为着咱兄弟姊妹需要来祈祷，无论是肉体、心灵欠缺，恳求主你医治，健康身躯，怀孕的大院也恳求主你来帮助。主，阮感谢你，透过今仔日陈牧师的讲道，互阮搁一届来受到呼召。主，阮是毋是结果子的树？主，恳求你帮助，互阮伫基督徒的性命追求的即个过程中间。阮毋是看阮家己，阮是掠耶稣基督来做主，做阮的标杆。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遮真软弱的人，阮会当倚靠你。主，阮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阮看见即个世界充满你无欢喜，或者无公义、自私，致到真济的灾难出现。主，阮恳求你的怜悯，也恳求你伫安尼时，互阮人类会当知罪认罪，帮助阮会当趁即个机会。紧紧转来到你的面前，超找你的怜悯。主，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阮的教会有新的性命，准备要出世，也有兄姐伫大院来医疗，也是有兄姐心灵欠安、肉体欠安的，伫处理、伫疗养的。恳求主你也来赐福帮助，互兄弟姊妹会当倚靠主得到快乐。今仔日也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阮也恳求你照着各教会的关心、奉献、代祷，互阮的传播中心所做的事工会当得到补助，也恳求你使用安尼的事工，成做万民的祝福。阮将兄弟姊妹，阮新的一个礼拜，阮无论即时伫教会，也是伫处理网络的礼拜，兄弟姊妹，阮拢交伫上帝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互阮伫即个疫情的时，阮无惊吓，搁较学习会当倚靠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398首，圣诗398首。吟诗了后，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